2019年到第3届呢，都是以龙崎的环境跟龙崎的过去为主。然后今年是因为我们带小朋友带到第4年了，然后很多小朋友都因为要毕业，所以就离开龙崎，因为龙崎是没有高中的，国中毕业小朋友又一定要离开。但是我们觉得说，小朋友离开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或许他们吸收资源完回来，才能带给龙崎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才能为家乡付出。所以今年的策展名字就叫做“随风去留”这样子。龙崎的空山祭一开始学生只是参与作品而已。那今年呢，非常感谢策展单位跟导演，让我们的同学有参与的机会。其实我也知道，这几年下来，空山祭已经在全国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知名度，成为最美的山林。我也相信呢，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带给龙崎更多的发展。参与的这些小朋友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让他们知道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一生难忘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很高兴哈，其实我们今年已经是第4年的龙崎空山祭了。那它让我惊艳的地方，不仅在我旁边这些漂亮的灯光，或者是它的光影，它让我更惊艳的是今天深度看到的，能够跟地方结合。空山祭已经深深烙印在龙崎，也烙印在我们的心里。去年虽然有疫情，第3届龙崎空山祭，我们有吸引了12万人次的这个前来。那我们希望今年有更多的好朋友来看到龙崎的美，知道龙崎的好，听听龙崎的声音。好，那我想在这边从现在开始，今天开始一直到2月12日哈，这大概是45天的时间，希望大家来龙崎空山祭，不仅是龙崎的乡亲朋友，也不仅是台南市的朋友，全台湾各地的好朋友都能够来过龙崎。那也祝福我们今年第4年，不仅在艺术的这个创作上，不仅在地方的回响上，不仅在这个我们所有的方方面面，祭一定是要一个既叫好又叫座的龙崎空山祭。去年我们龙崎空山祭在今年获得了2022经典设计奖标章。那我想今年在2023的龙崎空山祭会更好。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6號禮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台電公司進前伫離島電廠設置都聯系統，打造離島智慧電網以後，現主是首次結合熱能產業甲新能源企業，伫台南鹽產供電廠設立光都合一，打造全台上大20 MW 都聯系統。上個由台電公司、台南市政府甲新能源企業共同啟用。台電公司伫2020年伫台南將軍甲七股地區，利用214公頃的廢棄鹽灘地，打造裝置容量150 MW 的台南鹽田光電廠，創下當時國內上大的紀錄，平均一檔會用發出2億度的電。現在配合新能源企業聯合再生，設立首座光儲合一，打造全台上大20 MW 的都聯系統。6號上午由台電公司、市府加新能源企業共同主持啟用。請儲能，光儲合一，蓄電給力。那麼我們貴賓手中的沙子，象徵着永續綠能的機載電力。現在能源沙緩緩倒入。儲能系統的啟用，對於太陽光電發電的平滑化，是非常的有幫助。尤其在以2050年為目標，60% 的太陽光電及再生能源的狀況之下，我們如何把電力系統做到最好的這個調度呢？我們需要一些其他額外的工具來幫忙。
那其中呢，储能系统就是一个最快协助电力系统稳定的最好工具。所以我们台电呢率先在台南盐田这个地方呢做这样子的一个建设，这是在本土的第一个案场地。那今天呢已经在本岛做这样子的一个试验，我想对未来的电网稳定呢一定会有更大的这个帮助，共同一起为2050年的净零目标来达成。非常感谢我们台电公司以及能源局，那这几年来在这个地方投入了很多的太阳光电再生能源的资源，在这个地方也让这个地方成为目前台湾太阳光电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那今天这个光储合一的储能系统的一个启用，我想也是对整个台湾再生能源太阳光电迈向更前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台电表示，绿能结合都能，会用兼顾永续环境加稳定的供电，协助太阳光电的发电，并日电网的稳定调节，搭配功率的调节系统设备，总都能达到2万度，会用提供4万的家庭用户1点钟的用电。为了呼应政府2025年都能系统的目标，未来台电嘛将透过自建加电力辅助的服务交易模式，落实1000 MW 的设置目标。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迎接过年连假的观光热潮，东山服务区由高速公路局委外经营的统一超商，赶伫1月6号重新开幕。除了引进将近9成的在地美食、甲多元的服务，佮以着百年老榕作为设计理念，来规划服务区，向前荣景再现。日前解封将要迎接春节10天的年假，预计各地将出现大量车潮。对此，成者高速公路局东山服务区的统一超商，其实对2002年的参与上场的规划，这回经取得营业资格，除了打造明亮空快空间甲动线，卖以绿色树林作为设计理念，结合户外100年老情开半档的改造。赶伫1月6号农历年前正式启用，包括高水的公仔红仔表演，甲精彩食果结合，场面相当盛大。东山服务区重新开幕，长官请用检。好，请现场的朋友给予。那在这些的话，就是工作人员在做，我是绑手绑脚所以我们一直跟以促商的方式来提供，把服务区提供给看厂商来进驻，来帮我们做好相关的营运。那也看到就说有相当的成果，我们高工局在其实满意度我们在说交通顺畅或是那个路面就是说它的一个满意度总是没有服务区的一个展现好的成绩要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委托民间经营相当的绩效。那所以我们也希望是说，借由这个促餐，我们把整个服务区的经营对民众、对用户的服务我们的满意度能够再提升。谢谢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的杜局长，谢谢。经过半年的这个筹备，我们就是以这个在地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榕树龙井再现的提案，我们里面有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在地的厂商那另外我们也在地的请了一些在地的这个农特产，还有这个伴手礼的厂商进来我们也希望真的在在地服务就要对在地有帮助。多年服务区就是以餐饮加服务为主，所以经营团队引进将近9成在地知名美食商店加伴手礼，加上多元的服务，也希望用大新创意，除了让进驻的店家有生意趁食，上重要嘛是提升用路人的满意度。是寿司虾卷那目前进驻在东山休息站。那这次呢，虾卷我们另外就是说，我们还把那个台南在地的永记虱目鱼丸搬到这里来。那本来我们在东山家就有营运的，然后这边就是说在地的台南特色，那经过统一超商重新经营以后，这边更加的活络，更加美丽，那也引进更多的特色产品，那这边的生意也非常的不错。
这边重新改装之后，觉得非常焕然一新，然后有一个全新的感受。然后而且这边有新的进驻厂商，然后也有很多台南在地的伴手礼，还有一些农特产品，来这边就可以完成一次购足的一个满足。过年会特别想来吗？对对对，这个地方会让我过年特别想要过来。对，然后而且它是一个可以带自己的亲朋好友来这边走走逛逛。根据各间局表示，去年交通量已经创下历年新高，今年疫情解封，车潮更加可观，所以服务区对着旅客抵达的天困嘛相当要紧。所以各地上大的服务区重新开幕以后，嘛希望刺激经济，和游客全新的感受。台南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迎接兔仔年，北区区公所伫个门卡口设立贺年吉祥物，一只大型的装置艺术兔仔爱丽丝，高度有2米外，长度嘛有将近要3米，而且更加特别的是，制作的材料佫是用选具了后废弃的票箱，果水又佫环保。即马就透过报道，做伙来看爱丽丝是生做啥物款。民众现在来到北区公所。一入门就会当看到这尊高度240公分、长度280公分的小白兔爱丽丝，而且还会当隐隐约约看到选委会封条伫咧兔仔身体内底。原来创作的材料是利用选举后废弃的纸票柜来创作。更难得是，这个贺年吉祥物爱丽丝是由区长李鸿兴、公所主秘蔡家福、科长闪春美、杨雅玲以及公所的同仁。开了1礼拜时间，共同创作而成。伫我身躯边后壁面是阮公所的团队吼，用了1礼拜的时间，利用咱选举的投开票箱吼来做的一只小白兔，伊的名叫做爱丽丝。吼，那透过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吼，互咱知影讲，咱会使将咱原本要废弃的物件，透过咱一寡工艺手法吼来甲伊重生。吼嘛，真感谢着咱同仁这边的斗相工，吼除了咱的箱仔贴加黏，吼以外，吼嘛伫顶面来做一个布置，要祝福咱所有观众朋友吼，会使今年兔年开春，大家幸福美满，心想事成，吼来遮。那看咱的兔仔时阵吼，会使欢迎和伊合照。吼，阮有准备真大支的红萝卜，吼搁有咱顶面吼有插真侪吉祥的图腾，吼，拢会使和伊合照。吼，互咱今年新年大吉大利。爱丽丝的创作技巧是下自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古纸工艺保存者吴文静所传授，所以做出来成果差不多已经是装置艺术品的水准。古水的模样也吸引着附近康德尔幼儿园师生前来，将家己手写的菜头下完卡投入去小白兔的腹肚内底，为兔年下一个好吉条。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迎接2023年7股盐山大型装置艺术已经出炉，今年特别用盐缸作为拿图，打造出元旦下的独白装置艺术，甲盐山融为一体。向前传承盐港坚强的正能量，嘛为盐业文化系的活动揭开序幕。一般民众来到7股，拢会想到知名的景点盐山。为了迎接2023年，7股盐山特别推出大型的装置艺术，元旦下的独白，以着盐港为拿图，规划打盐送堆的动作，甲盐山融为一体，希望传承盐港建业的正能量。装置艺术的主题今年是以元旦下的独白为我们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它是以一个老员工，过去其实晒盐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行业，它怎么样子让海水进来之后呢，晒成所谓的可以吃的盐，我们称为白金。过去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资盐曾经也是所谓的过去曾经有盐官这样子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机关但是盐现在呢，因为所谓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所以很多的盐会进来，可是
它传承了很多过去，尤其是南部西南沿海地带的一个过去的文化，这是过去比较被忽略的。那我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装置艺术呢，能够让这样子的营业文化呢，能够唤起大家的一个对它的一个重视，也是延续台南这边呢原乡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座关5米6、宽7米3，号名元旦社的独白大型装置艺术，日前嘛正式来亮相，搭配拍盐的道具，有盐铲、盐炉顶，让民众会用体验传统拍盐的辛苦，搭配环境教育认证系统的导览，未来还佫规划台湾盐业的档案特展，希望民众做伙来亲近盐山，认识盐业的文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师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有在招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英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最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
期育儿津贴甲托育补助拢是摆付，毋过中央为了全面照顾0岁到2岁幼儿，为今年1月开始全面取消摆付的规定。社会局预估，台南市将有19000外有幼儿的家庭会当摕到补助，请符合资格者主动向所在地区公所提出申请。为了全面照顾2岁以下幼儿甲家庭，中央公布对112年1月开始，幼儿津贴甲托育的补助已经取消摆付的规定，而且同步调悬津贴甲补助。该项新制实施，但如果有19000外位幼童受到帮助，社局嘛提醒符合资格家户一定要主动向公所提出申请，只是2项补助袂当重复清领。育儿津贴的部分是各户籍地的所在地的区公所提出申请。那如果是送准公的话，就是跟托婴中心或是请保姆跟居家托育服务中心提出申请。那在台南市的部分的话，有可以受惠的0到2岁的一个幼儿，现在总数是19500名左右。那不排付的这些幼儿大概占了1600名，也就是请这些家长们赶快去我们所有的申请地尽快提出申请。原本预估台南人都是家己请用较济，所以设立公托家园托婴中心的起步，甲其他6都比起来有较慢，所以社局已经加紧正式脚步，提供多元优先育儿的环境。到111年底，已经建置了14个公托家园。那从112年起，我们也会再陆续结合里活动中心新建公共托婴中心的部分，目前已经规划设置了9处，还有4处是结合我们的社会住宅新建公共托婴中心。不管是第一个5000块幼儿津贴，还是第一个请保姆的8500块托育补助，对家长请用来讲，都是减轻负担。所以嘛，希望中央地方合作，营造家生饲会起的优先社区。台南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北河目镜寮17号南田宫2022年新春期间举办博杯比赛，推出666666块的创业金上大奖，由高雄一位信众博出12杯来得到。2023年的博杯比赛为112年的元旦登场以后，将一直比到元宵节，头奖是68万的创业金。南天宫主委饭长金凤表示，丰富千岁应外庄，长久以来庇佑真侪外地信众，受到丰富千岁庇佑的信众也纷纷前来庙方回馈。丰富千岁更指示，利用信众捐赠的庙房的透天厝，精辟强势文武财神，希望会当为信众再来搁一加持。丰富千岁者，因为有这个文武财神来加持，咱经过去这金山财神庙来开工点眼，转来是丰富千岁者要准备咱农历12月16要来做安坐开庙门。日前，南天宫文武财神伫咧金山财神庙开工了后，由主委亲自宴会安坐，为庆贺文武财神坐镇南天宫。112年的元旦，南天宫也将发送112份由文武财神加持的钱母红包。信众领出的钱母红包是100块，也是1000块，就要看个人的运气。112年，我们准备了112包红包，我们准备100块的、200块的、1000块的，然后大家就可以来试试看，拿一下那个财神千岁的红包袋。主委表示，2022年最大奖是666666块的博杯比赛造成轰动，今年也将延续举办，迈入第3档的来稳庙过年博杯比赛，活动自今年元旦起，一直持续到元宵节。信众只要来到南天宫点灯，就会当参加博杯比赛，博出2个圣杯，就会当进入2月5号的决赛。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